係時候拎你支咪出嚟，同岑亮一齊4點鐘經典 K 歌時段。今晚你諗住派幾多梨？好啦，4:08啦。輕談淺唱不夜天，岑亮嘅主場，即係星期四、五晚、星期五、六嘅凌晨呢一個時間，又有4點鐘經典 K 歌時段啦。咁接住落嚟呢一個小時呢，我會同你分享一啲好聽又好唱嘅經典 K 歌。咁啊，有得聽有得唱，係啦，因為陣間呢一啲歌曲呢，相信都係大家心目中可以朗朗上口嘅作品。咁啊，如果係識唱嘅話呢，就梗係跟住一齊唱下啦。除咗有得聽有得唱，仲有得玩，可以玩下派利，即係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嘅 post，下邊就留